全身都紅晒啦。咁有陣時左拗右拗咧，咁啲人咧就以為佢哋坐唔定喎。最驚咧小朋友腸胃敏感，飲親奶咧肚仔就唔舒服，嗰頭飲完奶嗰頭又屙。親子心友會召集各位爸爸媽媽同我哋一齊分享湊仔經。今集我哋就同大家講下令媽媽們好頭痛嘅問題——敏感。小朋友免疫力比較低，容易受環境、食物等等導致敏感。不如我哋聽下兩位媽咪嘅分享。咁佢哋都試過皮膚敏感㗎，咁全身都紅晒啦。咁有陣時左拗右拗咧，咁啲人咧就以為佢哋坐唔定喎。最驚咧小朋友腸胃敏感，飲親奶咧肚仔就唔舒服，嗰頭飲完奶嗰頭又屙，個肚又脹啦，好似消化唔到咁，又驚唔吸收喎，真係食幾多都補唔返啊！面對皮膚同腸胃敏感，咁媽媽又點處理呢？一定要戒口啊，因為有好多食物咧都好容易誘發濕疹，例如海鮮啦、花生啦、牛奶。但有冇可能乜嘢都唔食喎？又唔飲牛奶，點會有營養同免疫力呢？後嚟轉飲咗羊奶就好好多啦，冇咁容易皮膚敏感。我初初都擔心小朋友飲唔慣羊奶㗎，但係轉咗卡樂塔尼又 OK 喎，一啲騷味都冇，小朋友咧仲好快適應添。飲羊奶咧，因為比牛奶少啲致敏蛋白，同埋話羊奶入邊嘅蛋白分子結構成分細啲，小朋友容易吸收同消化。我哋飲緊呢一隻羊奶咧，研究證實係比飲牛奶嘅胃口仲好啲添。我哋親子頭條就喺坊間揾咗有關羊奶粉嘅資料，發現卡樂塔尼嘅羊奶源自新西蘭自家農場廠房。卡樂塔尼係第一個有大型臨床實驗證明獲得歐洲食品安全局認可嬰幼兒配方羊奶粉嘅品牌，品質保證，仲有800位兒科醫生推薦。好味。